生活上我通常都會建議由最簡單嘅開始。第二類好多人都會熟悉嘅就係類固醇。類固醇係好直接、最快可以影響血糖同胰島素敏感度嘅藥物之一。佢喺身體入邊咧有啲似壓力荷爾蒙皮質醇，會令肝臟釋放更多嘅糖，令肌肉同脂肪細胞對胰島素反應變差，亦會影響脂肪代謝㗎。長期用類固醇之後，會發現脂肪特別容易聚積喺肚腩、面部同背部，甚至出現俗稱嘅月亮臉、水牛肩。而最麻煩嘅係，類固醇亦有機會分解肌肉組織。肌肉係身體最大嘅血糖儲存庫，肌肉少咗，身體消耗血糖嘅能力就會下降，胰島素阻抗自然會更難改善啦。例如長期痛症，如肩周炎、網球手、高爾夫球手或者手腕痛，往往又唔單止係局部嘅問題，例如 C5 至 C7、胸椎 T1 至 T3 嘅錯位問題，會壓迫神經並導致周邊嘅肌肉組織功能下降。呢個唔單止係影響肌肉掹緊，更加會阻礙血液循環，令到前端嘅患處缺血缺氧而難以修復，陷入長期發炎同埋痛楚嘅惡性循環。面對呢啲引發嘅痛症咧，單靠止痛藥或者類固醇咧，只係暫時掩蓋一下個症狀。好多時可以透過脊椎治療 （Biotherapy） 由專業嘅手法調整脊椎，例如 C5 至 C7 嘅脊椎啦，同埋 T1 至 T3 嘅脊椎問題，解除神經壓迫，從源頭釋放核心壓力，亦要同日常嘅生活如坐姿同埋運動同時作出矯正，學懂肌肉放鬆，才會慢慢將嗰個根源治好㗎。第三類就係部分嘅降血壓藥，尤其係 β 受體阻滯劑，可能會令代謝率下降、運動耐受性變差，亦可能會影響胰島素敏感度喎。有啲人食咗之後咧，會覺得容易攰啦，唔想喐，運動表現差咗，慢慢活動量下降，體重更加容易上升。所以重點係，如果你發現你食咗呢啲藥物之後，明顯肥咗、血糖差咗、運動能力差咗，更加努力要找出成因啊！可以睇睇我上2集講有關高血壓嘅內容啊。第四，好多人都忽略嘅就係情緒科藥物，尤其係部分嘅抗抑鬱藥。好多人成日以為抗抑鬱藥咧只係影響情緒，其實唔係。因為呢啲藥物影響嘅唔單止係開唔開心，仲會影響大腦入邊好多嘅功能，例如睡眠啦、食慾啦、飽腹感啦、能量消耗，甚至腸道功能有關嘅神經訊息。例如大家經常聽到影響血清素嘅藥物，佢唔單止影響情緒，有機會增加食慾、減低飽肚感，咁就自然會越嚟越肥啦。